国奖哦，可要保证钞票啊！晚上好，晚上好，现在8点钟，天很亮。这对眼镜的啊，那个是这个是老头。不是你知道吧？他本来就是他躺平的一族。你还真来啊？来嘛，他敢跳。这什么歌曲？简单吗？8点了。那个。8点了。简单的歌。哟，我给你看。不行。我天天。这个有点像儿童那个。我自己喜欢的好，会。等一下啊。哎呀，去睡觉。他们一直在哭的好恶心。感受那天脚后，我也到动物去3天，上来住这个。行。行，刚才那天都用的，现在都用进去的。这边。刚刚那个跳吧。不跳。这个。
里能了说差几个，这是几年能了说差几个，一万的点着人的，差几个，人们的事情人的说马几个，马几个，人们的事情人的说马几个。
哎，要反吗？要反了，嘿，真的。还没得表。
抽啊抽啊抽，还是拒绝不了哦，还是要抽。把包包放到这里吧。你买瑞银去了？买咖啡去了？没有，我本来想买的，后来又去买菜了，遇到你。哦，我以为你在那儿买的，你买了吗？抖音上搜一下。买了吗？他抖音上有，多的好像99嘛，99.9。还有好像是你买一次也得是那个，比如说你买不到100，反正就是9个，反正10倍，反正10倍，哦也可以，100的买也可以。他每周1都是9.9，每周1领券9.9。
来。我得看欢欢，我说他们可能得回来之后，对对，没有啊，吃到湖来了，好积极。他去找来的。阿达来了，嘿嘿，跳中国人生吗？待会儿不要跳。我给阿达哥底可以哦，你看，给阿达哦，阿达，阿达现场可以。我就不能先吗？好好。夹子这一会儿来。不可分别，清晨老天天气中，除我上过深夜，去年面对千军灯色中。
这跳的都比较瘦。呀，既然木头是金兰的，木手举三开旁，有三大木手举三开旁有。这前头的堂看人家的看着啊。可有你的啥？来说看，说可有你的啥的？让将这事儿他往前走啦，从不被见家一上山走啦，从不被见家一上。人说没头，上家从学谁呢？当班你看那么不帮，那从不没见下一上山帮啦，从不没见下一上。就是来啥，拿了些。
我
Sana
Alas
你们俩故意穿一样的，明天可以穿一个。今天热得像个吃了辣椒一样。完了吗？再推啊！再回答不了。哎呀，有一个新物瞅你。还有一个新物。新物杂七八宝吗？杂七八宝。然后羊血包包。羊血他给挑了吗？羊参就会那个杂七八宝嘛，哈，避风花那个。这个吗？对，就是后面那个，对，会。就是新工嘛。但是不跳那个。不好跳。哪去的？啊，那是哪去的？来还我包。新歌，全部来，最后一首。不要关机了，早就关机了。啊，早就高温报警了，应该有20多分钟左右，没关机哦。啥子歌？啊？啥子歌？新歌肯定又是瑞瑞他们的吧？哦，就那个三个连上的。对，前面同学后面的两段。哦，杂七八宝，那个吉祥八宝，然后加色龙油，还有中间一个。就是这个叫什么舞是不知道。齐丹多杰那个吗？连唱那个？应该是啊。啊，就是三有几段那个3段。对，3段都是。有个色龙油比较好听。
但是好像在8分钟左右吧。就是云峰发的那个拿去了那个扎西八宝那个物资不是很好，不好挑，很大巧，不好挑，所以他们没挑。我也很理解你们。他们也没挑那个，觉得吉祥八宝好挑一些，物资好。这个扎西八宝那个物资有点不好，其实应该自己改，他们自己改成自己的也可以。他不一挑都要挑土地的。那个是兰州的李叔啊，兰州的就是拿那个嘛，兰州的李叔，他是跟每个国家队都送他的，跟那个啥子，反正基本上藏区嘛，还有是昌州啊，还是看啥宝州，所有有名的国家队他都有去。他是那时候专门跑了阿坝州那个啥子国家队去上学的，再从兰州到坐成都，再从成都坐车子到过去，因为那边到不了火车。不要打到他们去了。他跟瑞德他们一起的吧，好像是兰州的。也不是一起，就说是在一个地方嘛。晓得嘛。连那个蓝牙，现在放歌都是用 USB 的 U 盘，然后现在放新歌的话是连那个蓝牙嘛。你这是手机吗？对，所以有没有多一点电池？没有。我不是连的 USB， 我连的水，它的线早就没电了，只19%，我一直插着，我一直连的是 Type-C 的线。说你可以一直充电啊，它那个充电宝插上就可以用啊，都可以用。就是呢。这个都可以，只要说的都可以。这还有一个 Type-C 的线嘛啊，插上就是租的那个也可以用吗？都可以，只要都 Type-C 的线都可以，还有一个。口子上，这个这不是线，赶紧注意一个，接上都可以。它有线吗？它带了线的吗？这不是线都可以用，所有的线都可以。充电宝带线的吗？充电宝带线。那些都谁口线都可以接。今天去还是然后就忘记充了。只要有线，找个线嘛，这个手机线都可以啊，接上就可以用，接上就可以用。大的那个对吧？反正只要你这电池只别人自己都可以用，没有电只要插上，它就3颗供电，它电池不用电。对，租一个那个可以。你机子过热没有啊？机子过热，你的过热关机没有？没有。没有哦，你这个时间比较短。我配2颗，那还是一直开起着，没关过。这配的事儿了，一学完了就关了嘛。10几分了。那新歌，新的。就装上那个。连唱。还是就是瑞他们的。其实已经跳过的，怎么说？他们正好。昨晚上跳的。我晚上还不是。也不跳了。没有找歌。苗条。瘦。这跳舞的肯定长不胖噻。你专业的相当于。我那个朋友也是，70多斤。70他练芭蕾舞的嘛。他跳芭蕾，刘娟儿那个嘎，刘娟儿只有7、8岁嘛。刘娟儿要稍微要丰满一点。刘娟儿不轻了。不轻，刘娟儿胖一些。他是拉拉队。他是拉拉操的。拉拉操是竞技体育的嘛。刘娟儿比较扎实。体院有专门的拉拉操专业。我那天打听了一下。咋还没弄好啊？我问了我朋友嘞，我说体院，我说拉拉操是个啥？他说你不晓得，他说是竞技体育，是相当于，就是一个专业。
像美国的拉拉车比较受重视。对。美国的那天美国的说的，他们好像要到美国去比赛。美国比赛，哇！他们那个队要去比赛。我专门看了个电影，几部都是关于拉拉车的电影。对对对，那个是竞技体育。这个是典藏。这个是新的吧？也算是你给我嘛。我就跟他跳。给我嘛。马上又开始拍，再休息2分钟，2分钟不到也继续拍吧。8分钟，8分钟左右。来，拿着。没有，我不热，我也不热啊。啊？猜一下。啊。都会跳，对，都会跳。没有了。哦，晓得了。哎呀。不知道，应该不完吧？还有一个吗？还有一个。关机了，没电了，充电不没电了。我相机都关机了。啊，他们在直播。他们在直播。哦。那是直播。这结婚嘛？看了2分钟没得。还有曲嘴去了吧？曲嘴应该去了。好像他们去了。
吃了？健康，健康之后。给我了吗？肚子喊，咋回事？我把手机往那放。我不要踩到了。太远了。
问一下你。挡到了。黄冠就不要那个。有一点点没电的感觉，音响。音响到热到。没电。音响到热。花花，过来。耳目还是这样。三步就这边。左边是单耳部，右边是中央望部。那天在青阳宫他们那个都走了嘛？那几天。还在跳嘛？那边直播好久。哦，他以前不开那个的，然后他们刚刚来的时候根本没开抖音，后面才重新注册了自己搞的耍的。那几天在青阳宫上嘛都在，其他人都走了嘞，他们两个在。有蚊子，两边正中间蚊子。应该当你的徒弟啊！每一首歌是一个师傅，我的每一首歌都是单独的吧。左边是妹妹，右边是姐姐。
刚遇见了你，若穷举手三把，都知道线索，若穷举手三把耶。你不了是狼，那穷举手三把，别人都心馋，那穷举手三把耶。穷举呀穷举，穷举手三把耶。发现当时就把穷举手三把，此当此看这我穷举手三把耶。那么理解过把穷举手三把，大的并且切入穷举手三把耶。穷举呀穷举，穷举手三把耶。穷举呀穷举，穷举手。哎，这个他扎西看一下就会了吗？这是哪个地方呀？就是在紫外灯柱旁边啊，在高新桥这边。这师徒两个。最难打铁是穷举手三把，东北难打铁是穷举手三把耶。看你们最你穷举手三把，心碎这铁是穷举手三把耶。穷举呀穷举。
妹妹